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雅麗居一個3房嘅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呢一個雅麗居一座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有693尺。入門口呢已經係有個組合櫃，而且係有張餐台。飯客廳面積呢都相當闊落，佢係成長房型嘅設計。單位呢係附設露台嘅，依家從露台嗰度可以望到出去呢，主要就係望返九龍醫院一帶嘅遠景。單位呢係屬於3房嘅間隔，首先就係望下主人房。主人房呢就係成 L 窗嘅設計，採光度相當高，預留咗係擺衣櫃嘅位置。另外2間客房嘅面積，大家都係差唔多。呢一間客房仲有2邊窗嘅添。客廁係預留咗位置係擺洗衣機。原本主人房廁所呢，就將棟門改咗喺走廊度開關。廚房四正實用，已經係預留咗擺雪櫃嘅位置。有簡單嘅煮食爐具，主人房裏邊有個儲物室，可以當作工人房咁用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。如果大家對呢個樓盤有興趣嘅話呢，就可以隨時揾我。想繼續睇新盤，留意我哋中原頻道。